Davis 在的话，其实林振跟这个孙思尧基本上上场是比例是非常低的。对，那这个阶段大家也可以看到，林振的确他进步非常多。Randall Walker 从外围杀进来，抛投的方式找篮筐 ，Walker 分球给到 Randall Walker， 再转移出来，必须要注意时间的，剩下最后3秒钟。Walker 弧顶跳投，3分球有，连续得到。Walker 又来了吗？45度角 ，back to back， 连得8分啊！真的下重板了 ，Randall Walker 3分球又来了，我的妈呀 ，Randall Walker。Randall Walker 停顿了一下，3分球又来了！哇哦，谁能阻？法来说，其实也不怕投不进啊，就是一直投就对了。是，哇 ，Randall Walker 篮底下漂亮的脚步。哇 ，Walker 今天无所不能啊！学人样，飞球偏，进攻篮板掌握在杨敬敏手上。Randall Walker 45度角，没线了哇！27分进账，今天。对，相当可惜哦，又是形成一支的3线快攻哦。Walker 这边裁判哨音响了，正算加罚。这一下 ，Walker 剩下2秒的出手，3分线了！我的天哪 ！Buzzer beater 也帮助梦想家在第2节打完之后，59比49取得了双位数的领先。Walker 带球往禁区走，哇！面对张根玉，单手双手的严迫，哇，这一球真的是超水准的一个动作啊！哇 ，Randall Walker！ 哦，这个球他从底线利用这个 down screen 出来之后，接到球，摆脱了张根玉，哦，距离1步的距离。哦，非常小的空档，他去展现出。陈振杰再送出来，好球！快速，哇，起飞了！上一场陈振杰，这一场是挖力的选手啊，从阿吉、陈振杰，包含到这一场的挖扣。哇，整个切入的爆发力是相当猛的。比了一下，没有选择拔起来 ，Randall Walker 3分线外，45度角。还有这个第4节啊，钱肯尼他的这个整个积极度，换来现在这个加第6人，那他也是梦想家在下半季非常重要的补强，也能够巩固篮底下196公分的身高，提高了这个身高的优势哦。是。